跟火箭合作，咪即係陀撚衰家。今日個火箭啊，已經被證實咗係貪污腐敗啊，條賭飲吹啊，奸人撈甩嘅黨，邊個仲願意幫佢合作咧？講到火箭啊，火箭嘅霹靂州主席啊，賣咗州務大臣個位啊，去換1萬1嘅地。Bagaimana isi 10,500 ekar yang diberi oleh kerajaan Kelantan kepada syarikat beliau dan juga syarikat Setiawan itu 州行政議員啊，強姦啊，被判啊13年啊，及食天。州議員啊，逃夜戰吸毒被捕啊。前首相嘅隧道貪污啊，逼人跳樓啊，呢啲係咪謀殺？區部嘅副主席啊，勒索孟加拉捐款啊，捐俾火箭。支部主席咧就恐嚇警區主任。火箭嘅勞工部長受佣9000萬啊。市議員非禮偷拍女人底褲，濫權假文憑勾二嫂，仲有咩火箭仲未做過嘅？跟火箭合作，咪即係陀撚衰家。